今仔日是1月2022年1月初8，哈，咱即摆是第15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是讲要邀请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用台语来论台湾的代志。咱今仔日真欢喜咱会当邀请到即个林富文博士来到咱中间。有影真侪人捌伊啦，我嘛捌伊三十几档我想伊对我来讲，对伊来讲，我上尊敬啦伊的态度是迄个陈文成教授基金即个创办人创设者当时伊嘛是搁伫迄个瑞士银行即个资深的财富管理的即个副总裁无咱就甲时间咱交林富文兄我来替伊今仔日由我来 share 伊的 video。来，富文兄，你要先甲大家 say hello 一下无？来，嘿嗨，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很早。因为平公兄吼，其实是临时甲我讲因为我即个题目是伫伊的教会捌讲过啦，所以我是甲答应讲好。所以我要先声明一下讲，因这是咱台语的节目嘛毋过我用的主要当然是用台语啦毋过可能会掺挂中国话甲英国话啦。即摆打一下富文兄，今仔日真多谢会当伫足短时间内当邀请到你本地今仔日初8是要请一个基进党的少年人迄是陈必伟推荐的啦叫做王明安啦伊要来讲是安怎基进党要用台语论证啦因为拄好因明仔载拄好咧复选，所以拜托讲看会当延到迄个1月15、1月22的款较顶我较小你个 schedule 大家听，所以今仔日真歹势伫遮短的时间就临时甲即个富文兄甲调编甲调出来伊真啊杀哩一个就甲我讲 OK， 好歹势好请你继续讲。我今仔咱要讲我的语言我即摆讲咱的语言，因为咱这是台美人的语言啦。台美人的语言，伊大部分是讲台语，毋过会插寡英文甲迄个甲华语啦。我先承认一下，袂当要讲全部用台语，实在是有困难。毋过咱就是用咱台美人一般的沟通方法来讲即个题目。我今日要讲即个题目其实是3个重点啦。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咱即摆可能大部分拢是退休可能嘛无讲用真侪时间咧趁钱啦所以咱即摆就是讲要用钱的时间啦，钱安怎来用较会当增加咱的幸福这一点啦。安怎用咱的钱当然第二点就是讲，这对咱有较慢啦，就是讲安怎去趁钱。这点就是讲，足可惜，个真侪台湾人毋知影讲投资股票，其实伫美国啦，股票投资是非常机会非常非常好真侪人拢观念啦，就是投资股票的观念无正确所以机会足侪足好的机会安尼失掉啦所以我的第二个目标就希望讲，我今仔你若听了，你投资股票的概念，你若创会到清楚，安尼你将来，你对你讲有较慢啦，毋过你的子孙将来要经过股票来趁钱的机会会足侪。第三项就是讲，即摆科技的变化，即个科技变化对咱的生活影响安怎呢？咱爱心理要上锐利，就讲伊会改变咱的生活方式。当然是会增加咱真侪投资的机会所以咱今仔要讲的这3点，咱即摆来看 ，Can money buy happiness？ 两讲用台语来讲就是讲，金钱敢会当买着幸福？
这个差不多20当前吼，有一个 PhD 的研究生吼，伊就有做这个题目啦。伊是用美国去 survey 吼，去看讲，到底金钱甲幸福的指数的关系安怎？所以伊发现讲安怎呢？你拢无钱的人当然是袂幸福啊！你也无厝通住，啊，就 homeless， 啊无够钱通去食物，当然是会袂然 happy。所以伊用收入来决定讲你的甲你的幸福的指数吼，发现讲你的收入若增加，你的 happiness 原来会增加。毋过呢，伊发现讲这是20当前的数字啦，所以这个数字可能无共款。伊发现讲，你的收入到15万啦，一当啦吼，一当的收入15万，了后你收入对15万到20万，这个 happiness 无增加啦，就是讲你做好嘢的人，甲讲收入15万人共款就对啦，你 happiness 共款，就是讲你所有需要拢已经有啊就对啦，这是伊的 research 啦，当然即摆20当前的15万，即摆应该差不多20-30万吧，所以意思就是讲，你的收入、你的钱，其实对你的 happiness 有帮助啦，这就是肯定的啦。即摆咱来看第一个 slide 吼，咱这个 happiness 免怎去定义啦，因为宗教家拢该分做3个，讲身心灵嘛，这是 Steve Covey 甲增加一个 social 吼，就是个 mental、spiritual、social and physical。你幸福的因素，你这4项你也顾了到，安尼你的幸福当然是较完整。即摆咱来讲吼 ，mental 吼，什么做 mental？第2个 slide， 佮过迄个 slide 吼，就是 mental， 就是敢若2项尔嘛 ，EQ 甲 IQ 嘛。咱咧讲 happy 呢，就是你的 emotion， 你的 feeling， 你 feeling 要 happy， 这当然是你家己主观的问题，而且当然是外口的因素原来影响到，比如讲吼。这个故事可能恁大家捌听过吼。你去台湾坐一个人去台湾坐一个计程车，车入去了，哇，迄司机就 complain 讲政府偌歹啦，税金偌重啦，即摆迄有无入来拢无生意，拢无生意啊。反正伊的 complain 就是规抓吼，拢咧 complain 啊。伊感觉讲，是台湾人大家遐unhappy， 所以到第2届，佮另外一个司机，伊就甲，这个司机佮无共款，随甲伊 say hello 安尼，问讲，你做这个司机是，计程车是，有 happy 无？伊讲吼，全世界无像这款接比这接搁较好诶，因为吼。你看，你今仔要去阳明山，我带你来阳明山。我本来家己要去阳明山，我家己付钱，结果你咧替我付钱，所以你替我付钱，我4界佚佗。我这个 job 就是第一，人替我付钱，我4界看这个世界。第2就是讲，佮会当参人讲话，所以伊感觉讲，偏偏是计程司机。计程司机这2个人完全无共款的 feeling， 所以有时你的 emotion 你家己有时原来当 control， 看你的 attitude 安怎。咱即摆看，过来 physical， 这我唔免讲啦，因为这可能咱食老吼，一日到暗你来看 YouTube， 拢咧讲这项代志啦。不过我吼要强调几项啦。就讲，普通咱咧讲 exercise， 其实是4项啦。4项你若拢有时无完全4项拢照顾，
不一定工作好吼。第一项就是走到这个椅 cardio，子上，cardio 就是你的心脏的肌肉你要训练好势。啊，第二就是 muscle training， muscle 你若无去用，其实会萎缩啦。我捌去带病院3暝4工了，转来规个 muscle 腰拢足疼，啊，你行路爱重新来，所以你若一站你的 muscle 无去用，伊会萎缩去，啊你，所以你的 muscle 一定爱继续 training。啊，当然，佮过来就是 stretch 啦，爱拉筋啦。啊，拉筋就是用 yoga， 也是拉筋的方法。啊，第4项就是 balance 啦，因老岁仔拢定定会跋倒，啊，所以要训练 balance，所以4项拢其实拢爱照顾。啊，我即摆今仔要较重要就是讲，其实迄个真侪人拢毋知影即项代志，其实咱爱去海迄个 personal trainer。即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一个一个题目吼讲 ，Your personal trainer may be as important as your financial advisor。我个人吼有 personal trainer 已经买到30档啊。啊，我即个 trainer 吼，伊对伊的小姐开始，啊，即摆已经因为伊的囡仔已经差不多8、9岁啊，所以我今年已经参与做伙。做差不多30档，啊，伊甲我 help 足侪，就是讲我捌腰疼，腰甲足疼的时，啊，伊知影讲我的 core muscle 一定爱，我迄个腰部分的迄个 muscle 一定爱 strengthening， 爱加强，啊，所以我经过互伊训练了，差不多1、2档了，我腰疼就无去啊。所以 good personal trainer 知影讲你对一个肌肉较 weak。啊，伊会甲你 concentrate 迄部分的肌肉，所以我是感觉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你也假使讲会当 afford 啦 ，personal trainer 是 very important 的，过来就是social 哈，这个哈，佮等于两讲，这个 physical 哈。因为咱生做安怎要变实在太困难啦，当然是用。我感觉咱钱买会着，我拄爱讲会当 hire personal trainer 以外，其中一项可能大家拢无注意到，100%你会当买会着的，就想用金钱买会着，就是喙齿啦。我也发现讲真侪人喙齿拢其实拢无好看，所以喙齿。即摆咱会当 plan 这样 implant 啊，所以你若喙齿用得好势，我相信会增加你的迄个 happiness 的程度啦。因为你人咧看到你的时，其实你若咧笑的时，开始你就看你的喙齿啊。啊，所以喙齿对你的 image， 啊，你对你家己的自信，啊，你的 feeling 其实足重要啦。所以我今仔特别讲喙齿的原因就是。我个人啦吼，搁等于迄张两讲，我个人哦，你若看我即摆看我过去的相片，我毋捌咧笑的，我啥较毋捌笑呢？因为我细汉吼，我搏艺啦，啊细汉拢讲笑讲，若看到我的人拢讲搏艺啊搏艺啊，所以我拢毋敢笑。我若笑的时，我喙唇会卡无我的喙齿。啊！你也看我即摆即张相片，我咧笑对吧？我的喙齿袂歹啊，因为我吼，我有开钱，这好像算张真贵的钱啦。你毋知捌听过做 veneer 无？我开几个万块，甲我的头前的喙齿整理好势。啊，我除了 fix 我的喙齿了后，我开始练习我的笑容啦。啊，所以你若看我最近的相片啊，你拢会看到我的喙齿。因为我是要点我的喙齿就对了，啊，这个从我的孙做伙，咱即摆咧讲 social 哈，social 当然是你第一个就是你家己啊，你会喜欢你家己啊，
我拄仔咧讲你喙齿，啊，你喙作歹，你都唔敢笑，你都已经扣分了。第一啦，你先爱喜欢你自己啊，哦，啊，佮过来你的social 的 next one 就是你 family 嘛。啊，咱即个时间大部分人拢有孙啊。啊，咱诶上重要，我最近我上快乐就是上我迄个，我有4个孙吼，啊，敢若一个是查某囡仔，是查某孙，啊，查某就是无共款啦。啊，你会感觉咯，安尼有参与做伙的，感觉哦，足 happy 足 happy 的。你会看这相片，你就知影。我迄阵无孙的时候，有一个 Uncle Charlie 吼，伊拢甲我点 ，Uncle Charlie 讲，欸，混混吼，你无孙哦，我即个孙哦，4岁半吼，外巧安尼吼，逐项来讲话，足够讲话安尼，互你想袂到的。啊，毋过吼，有一天吼，伊讲啊，我有即个孙害一个啦，昨我讲是安害着？伊讲吼，我昨吼，我去买只新车吼，我 BMW 的新车，啊，我要点我互我的孙看，啊是载我的孙去世界行，啊到一个 stop sign， 啊我就单聊聊甲驶过，啊我这孙伊甲我讲，阿公 ，this is stop sign 咧，哦，我讲吼 ，I know，我无偌久警察来。Sir, did you see the stop sign？ 啊，伊还袂甲伊讲，我想讲要甲讲话，伊无看，结果因孙讲 ，Yes, he did, but he didn't see you。所以这警察讲啊，你明知故犯啊，本来是真社区的警察，本来拢真友善吼，啊，讲啊，你这明知故犯吼，我甲伊罚500块啦。Anyway。所以我就爱讲孙孙的 interaction 是一个快乐的一个 activity 啊，当然是你家己爱有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 group， 啊，你爱去建立这个 group， 啊，你若拢无人也无朋友的时，啊，无你嘛会当饲猫啊、饲狗啊，啊，怎嘛嘛会当 increase 你的 happy 啊。咱即摆过来看，过来是迄个，哦，这个是今年更遐有甲我特别交代，就是讲咱今仔爱讲迄个 DAF 啦，因为咱食到即个会，啊钱开无了，开袂了，啊这钱安怎去开哈？所以咱会想讲啊，咱人生的意义是安怎？啊，当然是咱人生，你照顾你家己以外，啊照顾你的家庭，希望讲会当去照顾别人，啊，就是即个 giving 会出来啦哈，就是讲，甲即个倒出来的钱吼，咱会当来帮助别人，比咱更较无幸福的这人啦。啊，当然是即个社会上足侪已经 establish 迄个 non-profit 啊，你嘛当去管遐啦。啊，毋过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讲，你其实会当直接管好你周围的人啦。哦，比如讲，你去餐馆食面，啊，你tip 你要用较侪，本来你拢摕15%，咱即摆咧增加20%，啊，你会感觉讲，伊是真正伊来做 waiter 还是 waitress， 伊是当然需要钱开来做这啊，啊你会感觉讲，安尼你加减有甲帮忙着，啊，你嘛feeling较good，feeling good 对，啊，我来做 financial advisor 吼 ，wealth management， 其实我讲我的到目前的成就是啥，我想到毋是讲我帮偌济人去趁钱啦，我是有一个故事，我会当大家分享，就是吼，有一个朋友囡仔啊，伊伫卡 take， 伊来有参面老爸有一日来我的 Christmas dinner，
啊，因爸爸讲伊个囡仔吼，quit Caltech，伊是伫 Caltech 读迄个化工的，伊讲伊要参朋友要走去斯卡哥，啊，所以到尾我讲啊无，你来我遐做，啊，所以即个囡仔来我遐做了后，发现讲，我的技术讲伊做啥做啥，结果伊无久，等于桌仔顶无久就困去啊。我发现讲伊有 strong， 伊无甲我讲啦，甲迄阵较知影讲啊是 strong depressed 啦，所以是其实是伊读袂落啦，好叫伊休学啦。啊，我即个在即个情况之下，可能嘛爱甲 fire 掉啦，毋过吼，我就是感觉伊有需要即方面的，啊，所以我一直甲伊培养吼，差不多2冬后伊才开始好起来。啊，即摆好起2冬后好了，伊去迄个考试迄个 Series 7第一届无过啊，啊个成绩出歹，所以我讲我老板嘛无爱去互伊用啊。啊，到尾我搁硬甲鼓励，伊到尾啊，伊 Series 7有考过，啊考过了，伊感觉伊有自信，伊的迄个信心有建立起来，啊，所以伊等于学校，啊学校甲伊 interview 了，伊讲好，你会使转来，所以了又搁转去，啊转去伊即摆化工系伊改做迄个 finance， 所以2冬前伊搁转去 Caltech 摕了 finance 的迄个 degree。所以你若讲我的职业，我帮助什么人上多？这个人就是我感觉啊，我帮助上多，因为我也无甲伊帮忙，伊可能伫变流浪汉，所以我是感觉我会 proud， 我救了这个囡仔，啊，伊即摆变我真好的迄个助理，这是一个故事。咱即摆我吼，这个故事讲袂了吼。这个淡江只有一个人权会啊，这个会长甲我讲，你迄日头去恁兜有一个囡仔吼，弹violin吼，我明仔载吼，我这个后礼拜，我的迄个人权会年会，毋知会使拜托伊来下教阮下 violin 袂吼？啊，我有甲问，伊讲好，啊，所以迄暗吼，伊要弹 violin 以前，我甲介绍好。这个 team 的故事啦，就是讲吼，伊是Caltech的高材生，啊，即摆因为什么？因老爸老母离婚，啊，所以 quit， 啊，即摆伫我遮打工啦吼，啊，今仔伊要弹3条 violin 互咱听，啊，你也听了感觉有感动吼，我的无啊吼，我第一张无甲囥伫迄个台仔顶啊，讲啊，你看你的钱袋啊，若1块2块吼。啊，等好伊啦，给当做一个一个街头艺人啦。结果迄暗呢，我看有人咧等，啊嘛毋知等偌济。结果到尾啊吼，等甲真济，啊一个太太摕一张迄个纸箱入去收。第二日伊甲我讲，伊迄暗收偌济呢？收750几块啦。啊，伊讲吼，4张。有4个人捐差不多50块内底啦，所以我相信，咱若有机会，原来会出钱啦。像这4个人，伊会当讲50块安尼弹出来吼，表示讲伊有感动吼，啊，伊有想要帮忙。所以咱其实每一个人拢会想要去帮忙周围咱周围的人啦。啊，所以咱会有真济多余的钱吼，就是讲尽量去帮忙附近。啊，你照顾会到人，啊，咱看会到嘛，啊，你若捐落迄个真大诶迄个 non-profit， 我早有一个 non-profit， 毋知什么代志吼，讲伊诶 CEO， 伊诶薪水几百万诶，结果到尾迄个 non-profit 到尾拢收无钱，就是人发现讲，我捐起诶钱，你哪用啊 ？CEO 就摕几百万诶薪水啊，啊，你若讲直接捐吼，你周围诶人，安尼你看会到伊诶结果吼。这是咱用钱的方法。啊，即摆政府吼有设一个giving 的方法，互大家做去用。啊，这是
设计迄个 IRA 以后的，我是感觉一个真重要一个 function 啊，一个 account 对啦。这个 account 名叫 Donor Advice Fund。你迄个咱啊，真侪人哦，食老了啊，你也钱算算讲，我钱绝对是用无了，啊用无了，你就互你的囡仔嘛。啊，但是囡仔敢讲囡仔伊嘛无需要钱，有的人拢足够赚，比你较够趁钱啊。啊，所以你会想要互迄个岛内互迄个 non-profit， 真侪人互教会啦。啊，毋过你安尼一批很大钱，好互即个教会，还是讲你甲经两三间，嘛足困难的。所以政府讲 OK， 你会甲这个钱捐互一个foundation，啊，这个foundation的名叫做 Donor Advice Fund。你当参 IRS 共款，当迄个 broker 设一个 fund， 啊，迄个名叫做 Donor Advice Fund。啊，这个钱，你看 next slide。这个入面的入这个 fund 的钱无限的啦，你讲几亿万、几千亿万拢无要紧的，政府甲你限讲偌济。你可能你是大好野人，像苗家可能几啊千亿万，伊会当规个捐入去这个 fund 内底。啊，这捐入去就是 tax deductible。你迄当，哦，你若有遐 income， 啊，你捐出去这 income 就无算啦，就是坑，就是 tax deductible。啊，啊，钱入去了，内底你若投资伫股票，股票赚的钱，还是股票的利息，拢免交税。啊，第三就是讲，这钱会当，唯会当用的，就是爱互 non-profit 的。你会当全美国所有 non-profit 的迄个组织，你当每一档拢会当互伊，当然有这个 minimum 是上少爱250块啦。啊，你免家己写支票，你只要甲这个sponsor 哈 non-profit， 看你这个开的，你从你个伫我遮开，你甲我讲，我要今年要捐互什么人，要捐互化拍5000块，啊，我甲送出伊就去找这个化拍的组织，啊，伊的迄个看有 qualify non-profit 无，啊，若是的是，我就替你行安尼。所以你嘛免写支票，你就讲你要什么人，啊，会自动甲你寄出去。所以这变是一个 foundation 就对啦。啊，这个 foundation 啊，变永久的，你过身了，你会当hire另外一个人做 manager， 做这个基金的管理人，哦，会当互你的孙管买使，还是讲你好朋友买使，迄拢无关。所以，咱们安尼讲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共款啦，变永久的 proprietary， 哦，永远落去就。啊，这个名，你这个名永远伫咧，假使。哦，我知影梁公兄有识啦吼，啊，过你若梁公兄，你这个 non-profit 的，无伫这 DAF 吼，你可能你过身了4、5代、5、6代了，这嘛要伫咧啊，啊，而且你内底投资可能一直涨啊，你若讲无捐出现多是，你即摆可能，假使讲你即摆可能4、50万。到你20人、30人，可能几啊百万啦，哦，啊，这你的名就永远伫咧。我是讲这个 program 啊，非常好，啊，但足少人知影啦，啊，所以今仔至少你若讲你钱真多，啊，用袂了，安尼这个你会当考虑啦，啊，咱即摆，所以第一个迄个 topic 咱讲了，就是讲咱这个钱安怎去用？我即摆一点讲无对啦吼。另外，这个钱安怎去用？这个另外一个足重要的，就是讲你钱会当互你的囡仔，互你的 family， 还是讲岛内互教会。但是另外一项讲，安怎去用这钱较有意义，会较增加你的 happiness，就是讲用这钱
会当留互你的子孙的记忆。比如讲你今仔即个有20万要甲开掉，啊，这20万是要留互因做一个 gift， 将来怎啊互因，还是要有其他方法？啊，我的建议是安那，你20万，你去带你的所有囡仔、你的孙啊、啊你的囝去游世界，还是等去台湾，甲这20万开掉，啊，你大家做伙去佚佗。安尼这20万开掉，毋是无去哦。你开一个真好的记忆哦，这个 memory 是永远伫咧。哦，所以你钱若开了掉，你会增加你的幸福就是了。哦，你甲你的钱换做你的 happy memory 哦，你的子孙的 happy memories。你过身了，因也会记你讲哦，阿公阿嬷带我转去台湾啊，佚佗2礼拜。啊，当然是你就是这钱要开掉，啊，就是你住上好的旅馆啦，哦，啊，食上好的餐馆嘛，哦，啊，所以这个记忆对因来讲是足重要的哈。OK， 安尼咱第一个节目第一个迄个focus的标题就安尼讲好啊，咱即摆来讲安怎去趁钱啦哈。那即个甲你 skip。真侪人吼，无对这个钱无讲完全了解哈。其实，迄个钱的投资其实足简单啦，对我来讲是足简单啦。啊，大家拢想过上复杂去啦。其实你若有钱，你敢若3个选择尔。第一个选择就是放入银行啦，放 cash 嘛。啊，这 cash 东西包括吼，你短期的定期存款嘛哈，啊 money market fund 啊，你都寄到银行啊，随时会当用安尼。这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啥呢？就是你有钱，啊，你感觉放伫银行利息也无偌好，啊，所以你是借人啦，借人去趁钱，爱付你利息啦。啊，借人大部分，伊甲你借钱，当然是伊嘛是想要去趁钱嘛，所以你借互伊去趁钱，爱付你利息安尼啦。所以这第二方法就是借人啊，你摕利息安尼，啊，这就是慢嘛。再见哈，再更好。第三较重要，我就主要是阮今仔要讲的节目哈，就是equity 啦，股票啦，就是做头家啦。做头家要趁大钱是较容易啦哈，较有迄个机会啦，毋是讲绝对会趁钱。想讲，咱这在位来讲嘛，有真侪人做生意的哈，像梁光遐你嘛做生意，啊有几个人像你安尼，即摆我感觉你生意嘛做了成功，啊无你也无成功的是，你还会当你地保挑一个时间伫台湾文化啊台湾语言哦，所以若即讲别人若讲参你做股东，按伊今仔嘛是参你共款啦，所以唯会当趁大钱，其实你放入银行。哦，你讲你外口趁钱，啊，你的所有趁啊，拢会放伫银行，无到尾也无可能会趁大钱，你无可能变好大好野人啦。哦，啊是讲你钱少人，迄嘛是有限啦。上大的可能性会趁大钱，就是股票。啊，伫股票，就是做生意啦。啊，做生意机会是足多，啊，但是无真侪人会晓做生意哈。台湾话有讲。啊，生意囝歹生啦，在位可能真侪人捌啉心地吼，这一个心地的故事吼，我嘛有啉心地的图伫我厝，伊是艺术家啦。啊，这30几年前吼，咱咧做迄个拼迄个台湾独立运动，啊，迄阵大家就想讲，哎呀，要捡钱是足困难的啦，啊，无咱家己来趁钱。啊，迄阵有一个 Stone 吼，黄文强吼，伊发现讲，有一个物件，大家可能能趁钱。伊发现讲吼，
这个 gift 哈，珠宝哈。哦，你去外国买珠宝，来美国会当卖足好赚的就对了。哎呀，报足侪朋友，同乡啦，就伊来 approach 迄大陆联盟迄名员啦，即个都有人真正参加嘛，足成功啊，拢赚钱。所以有人去招林心地啦。我心地，这生意袂歹啊。伊去中国吼。去东南亚，是去非洲吼，你买物件差不多1块，来美国当卖到5块10块。这所要趁钱做较容易啊！心地听会讲，1块的物件你讲卖10块，开玩笑，这我做袂落。所以你就是讲生意件歹生，就是安尼，就是讲有个人就感觉讲你安尼 take advantage。安尼我做袂落，所以无即款人伊就无可能当做生意了。我身体伊是即个艺术家吼，所以伊的想法就是同生意人无共款。但是伫美国吼，你讲你全世界各地共款啦，就是讲你要趁大钱，其实是做生意较有迄个机会吼。我搁另外一个例吼，这已经30年前吼，伊对夫妇，伊对台湾搬来美国，伊嘛毋知要做啥，到尾伊英语也不晓讲啊，到尾伊甲伊阿姐拄咧做迄落囡仔车，甲伊阿姐反正做了无好势，就讲就甲买起来吼，因嘛。因本来台湾就咧做即款方面的啦，甲因阿叔买起来，两个英语也袂晓讲，两个阿某英语也袂晓讲。有一站吼，因英语袂晓讲的是要参外口讲话，有时嘛较困难。是有一站吼，伊就捌甲我讲，看我要做伊的股东无啦。讲参朋友做股东，其实好就好，若歹到尾怎变朋友变无，毋是朋友去嘛，无爱。所以我甲伊拒绝啦。我怎要讲伊啊？即两个虽然是伊袂晓讲英语，这30当后吼，伊这2当前，伊家己的生意卖掉，伊卖100 million 啦，100 million。你想讲，两个拢袂晓讲话，但伊搞做生意咧，所以我咧讲，敢若做生意会当赚大钱。但是呢，你毋免家己去做生意，是安那呢？因为全世界熬做生意人真多。这个时代呢，你要做伊的股东，足容易的，因为你买伊的股票，你就是伊的股东了。所以1秒钟就变伊的股东了。古早你人熬做生意，想要做伊的股东，你爱找会计师、找律师去写 contract。所以无遐容易啦。毋过即摆吼，这 stock exchange 吼，你去做人的股东，你会当全世界看什么人上好做生意，你做伊的股东参与合伙做伙做生意，伊趁钱，你嘛对伊趁钱啊。你拢毋免去写 contract， 你买伊的股票就共款啦。这个我袂当讲，即款故事是讲袂了哈。我有一个印象足深的一个故事，就是差不多20几年前，即个三亚摩卡一个太太，伊平常时驶一辆车，毋是讲足新的车，就旧旧的车。毋过互人发现讲伊去教会每一届捐款拢几千块啊。人普通去教会捐款，你人几十块上计嘛100块200块足多啊。但伊每一礼拜去教会拢捐1、2千块。咱嘛毋知影讲伊到底迄钱伫倒来。无偌久伊过身了，发现讲伊的教会摕着遗产伊全部捐到迄间教会啦。
差不多1000几万啦。啊，这1000几万，敢若一项股票呢，就是因头家咧上班的股票。啊，因头家是伫总长的迄个主管尔啦。啊，但是伊就是有钱的，倒伊的钱就是去买伊的公司的股票，倒有的钱，啊，就是30-40档后，伊累积起来伊的股票几千万的就对。啊，所以甲算算的吼，敢若伊的 dividend， 伊的红利啦，2-3%的红利，伊一档伊的就几百万的，敢若红利几百万的收入啦，所以会当afford管很多，就是伊的收入原来足悬。这是其中一个例。啊，另外一个例吼，这是我即摆举例，所以有一个印象啦哈。这是我伫开始我的职业的时，我迄阵就没有认识吼，无偌久，一个白人哈，伊讲伊的会计师，甲伊讲伊爱咧遮开户啦。结果伊开户了，我讲啊你钱对倒来？伊讲伊拢股票。结果发现讲安怎呢？伊的股票拢是 certificate， 就是讲伊买的股票，啊人就寄迄个 certificate 互伊。啊，所以伊高中伊无读大学啦，伊就反正是黑人的工人。毋过伊若趁钱，伊若出去食咯吼，伊高中毕业了，伊去食头咯。啊，若有几百块，伊就去买1股2股。啊，人公司就寄 certificate 互伊，啊，伊就累积足侪 certificate。我看有诶公司嘛拢倒去啊嘛，啊，但有诶股嘛拢足古老诶公司嘛，什么 DuPont 啦，什么，我即摆记一敢若即个 DuPont 啦，足侪啦吼。伊互我规塔诶迄个 certificate， 差不多50-60张就对了。啊，有诶拢5股、10股。哦，上加是差不多20股安尼上济就对了。啊，毋过加起来呢，我的助理吼，差不多用差不多2-3礼拜，安尼一张，甲伊个 certificate 变入去迄个 book entry， 就是讲 book entry 就入去电脑变数字尔啦，即个 title 尔。好，差不多用差不多2-3礼拜，甲全部遐个股票拢放入去伊个 account 内底。啊，加起来差不多差不多30几万的款。啊，即摆开了哈，伊有时啊就敲电话讲啊，我需要300块，啊就入去内底建，伊反正50几间无共的公司嘛，啊就找一间甲卖掉。伊讲我要卖一支卖5股，啊算好，安尼有200块，安尼我一个月需要200块。啊，即摆拄则伊去敲来讲，我需要500块，啊就去卖500块。啊，无差不多，这个客户差不多经过我有10几档，啊，到尾伊过身嘛，伊过身伊也无某嘛，啊，所以伊的女朋友，伊甲这30几万，伊开户是30几万，到伊要过身嘛，才30几万，因为股票中嘛，哦，虽然是你逐档拢咧用，逐个月咧用，但是嘛，要30几万，啊，伊甲遐个钱，怎互迄个伊的女朋友呢？所以美国人你也有巧的人，知影讲，安尼股票安尼是上好的一个投资的方式了。啊，伊若假使这个人古早伊若毋知影这个方式，伊甲这倒伊的钱放入去银行，也是讲第2项这个去买棒，我相信伊无可能有这款结果啊。我这是正式的真正的例，互大家做参考。即摆咱来讲股票吼，这是伊个课，就是我再见，我毋免讲用足侪时间去讲，啊，毋过我需要互知影，大家知影就是讲，所谓再见就是讲，你若要联邦再见，联邦是绝对袂倒的嘛，哦，啊，你买再见，完了有风险啦。尤其即摆你去买债券，上风险上大，因为利息啊起哩，啊悬起哩，你的债券会落价。啊，你虽然有摕到利息，袂当 cover 你的 loss，因为你落的价
比摕到的利息更加更加多。这利息随时拢会变。我这个图要互你看讲，乌色的就是一当前的利息了。这你乌色你要看一当前30档的债券普通是联邦债券是到30档嘛。你一当前你买30档的债券是差不多1.7啦你今仔去买30档的是要1.9了。这个浅蓝色就是到今仔日这是前礼拜的款了。这30档的接近2%啊，到1.8你若买10档的，10档的当前差不多0.9，这摆差不多1.5，所以利息就是开始咧往上升了，因为这摆通货膨胀来为着要打压迄通货膨胀，政府会把这个利息用关，因为像利息足低嘛，你一个月利息0嘛，你即摆银行你寄银行根本无利息伫欧洲来讲，你还搁付，你寄入银行，你还搁付银行negative 的利息真正欧洲国家是 negative 的利息伫美国差不多即摆拢无啥物利息你若要提高有利息的时阵，要囥到几档你若真正对联邦公债，买2档的联邦公债，无到1%，还有0.7。利息起哩，你债券就落价所以我是感觉你今仔日咱要讲的金融的投资，管你债券的投资，你敢若捌这项就好了。利息开始要起，卖去买债券你先利息起哩，伊会落价，我甲你解释一下假使讲你去年买10档的联邦债券，去年差不多1% 嘛今年即摆是 1.5， 所以你去年买100块的迄个联邦债券，你一档都要赚1块嘛 ，1% 所以100块赚1块。但是你今年去买，你会赚1块半。所以你去年买联邦债券，到今年的时，你要9档嘛。你当9档去摕你买100块你一档会当摕1块，所以你10档要当摕10档的利息。不过你1档后你剩9档嘛，你要当摕9档的利息。你想我需要钱，我要摕出来卖，人无爱甲你买是安尼。人即摆去甲别人买，会当卖块半，甲你买你甲摕1块因为联邦政府会每一档会寄1块互你你家己买，你收到是1块伊若去甲别人买，市面上已经1.5人会当摕块半，所以人较无爱甲你买我甲别人买，我一档当摕块半，甲你买甲摕1块尔。所以你爱打折卖，拍折卖人你100块的物件，可能爱卖9块了人会当甲你算可能9块也是8块半所以你去年买是100块，你今年要摕出来卖，算无到9块所以你就是了钱你的利息才摕1块尔，你所以差不多等于无摕利息Anyway， 咱慢讲这项落就是讲利息起哩，这个买卖。较重要就是这个股票你若讲美国无买股票是足可惜的，美国的股票的机会是足多，而且尤其是迄个高科技的物件，即摆一直咧变动。我30年前、30几年前，我做 financial advisor 时，迄阵上前的股就是沃尔玛的，1990年代年初印度我拄入去时，沃尔玛就是这个 superstore，这个 idea 无人有的，无别人会当去参与竞争，所以伊的股票差不多卖到10档，每一档伊的成长拢卖到伊的盈利
盈利的成长拢差不多30%，所以90年代啊，你讲90年初的时，全美国上好遐就是沃尔玛 family， 你毋知大家会记得？啊，毋过你若对镜啊，我拄仔咧讲，啊，沃尔玛即个 Sam Walton 遐个做生意，啊无我做伊股东，哦，啊你若当初做伊股东，你想啊嘛是对伊真好个，开始的时你也对伊。但是我讲真侪人就是无了解即个投资股票方法，所以真侪人对无着。我包括我家己嘛对无着。我即摆来讲股票，啥啦？大家拢失去即个机会，就是咱的观念毋对了。即摆我也要建议即个好的观念，就是讲，我做伊的股东，啊，你着想要，你用即款想法，你就是完全正确的。即个是啊，做生意会趁大钱，啊，咱去寄银行就无法度趁。因为安尼吼，我用沃尔玛为例啦吼，因为股票基本上我遮有内底 style 吼，有 growth and value。股票有一款公司是伊的目标是要成长的，从沃尔玛迄阵开始的时，伊就是假使讲沃尔玛，伊上市迄阵，假使有100间的沃尔玛的店嘛，啊，伊公司因就是计划讲，每一档伊要 expand 30%。我的意思是讲，伊今年全美国沃尔玛有100间，啊，明年伊就要变130间，就是30%的 expand。啊，若准你100间的公司，含130间的公司无共你对，伊的收入就30% 增加嘛，对吧？哦，所以每一档拢增加30%，也 store 啦增加。啊，所以 earning 当然自然是每一档拢增加30%。啊，所以 revenue 啦增加30%，所以伊 earning 嘛是增加30%。啊，每一档增加30%，安尼你的股票是毋是会增加？当然会增加啊，因为你买公司，今仔100间的 store 尔，明年130间的 store 啊，旧年迄个100间，甲今年即个130间的无共款啊，就是伊的生产量无共款啊，伊 earning 无共款啊，伊加到趁一加旧年迄个情况加趁30%嘛，所以股票当然是。会加差不多30%，当然 exactly， 但是这 trend 是惯性的嘛，伊会一直增加，啊，这就是这所谓的成长股。啊，微公司毋是啊，微公司所谓是 value 的股，伊公司无要求成长，伊若讲伊的客户是 happy， 啊，伊的股东 happy 安就好，啊，要互股东 happy， 伊就甲伊赚的钱分出去嘛，分红利嘛，啊，像 AT&T。伊一档会当分差不多5%尔嘛，毋过你若去买 AT&T 10档前去买 AT&T， 你10档后不但无趁钱，个我迄前礼拜有甲 check 伊 price， 你买 AT&T 10档前买 AT&T， 你到今年还无趁着钱啊，你 5% 嘛补无过来啊，啊毋过你看你若买Amazon，我。迄个咱30档前咧讲沃尔玛的吼，因为伊沃尔玛要去起伊的店，我用偌济时间呢。第一，先爱去看所在，哦，伊请一个公司去全美国去 search， 看做一个 location 上好，啊，看了佮甲迄土地买起来，还是租起来，啊，佮过来叫 constructor 的公司来起 parking lot 起整 structure， 所以爱费偌济时间呢。啊，所以一档 expand 30%， 这嘛是 reasonable 嘛，因为用足济功夫开当安尼啦。即摆即个1990啊，即个科技即 internet 出来时，无数无共款啦。即个 Amazon 出来时，你发现讲
因讲需要去工厂，无需要啊。伊去起一个 website， 一个网络的广告，我发现讲，我嘛是一档中30%，发现讲，伊一礼拜能中30%呢？因为伊 website 入去了，足侪人看，每一礼拜都增加30%，足简单的。因为美国嘅人会看到，大位会看到，美国完了伊可能外国用其他国家嘅语言，所以即个当初即款想法完全无共款。我会记得迄阵，我有一个学生啊，一个 intern 啊，伊第一届做，咱大家无注意即个，就我迄个Amazon是有一个 intern。伊拉大学毕业，伊就去做了一支啊，伊讲，伊去试看嘛，佮伊去买物件会当退货哦，退货，这是无简单，伊感觉哇，这有前途，所以家己去买，伊就去买这个见老爸买这个股票，老爸坑1万块啊，这30几年前的代志，后尾买我30年前，毋过这1万块到尾真紧的。变2万啦，所以伊投资1万变2万，伊足欢喜卖掉。所以讲伊这1万块伊也无卖掉吼。这30差不多买我30当前啊，25这个1万块无卖掉，伊即马差不多2000几万啦，要到3000万。所以你一生会当赚20几当要赚2、3000万，足困难啦。不过伊嘛无赚着啦。因为这款成长股震动足厉害啦，就是讲伊放1万块，个变2万块，突然间你个变15000块，好，一下子拉很多，伊就惊着，讲佮去的时我就爱卖掉。所以大部分的人买股票用这款心情。毋过我即摆拄甲你讲，就是讲，你若用讲你是用做股东的心理看，我这个Jeff Bezos 伊足够小成立，我做伊股东。你若做人的股东，较有讲随走来走去，你就袂晓了。反正我是伊的股东啊，伊有时好有时歹，我都心理上有准备。安尼你即款赚大钱机会较赚得到。所以你今日总讲无咧买股票啦，是讲你有咧买，你毋是用即个方法啦。我希望我今日至少你。听到我的话，你以后用这款方法，我相信咱迄个台湾人、台面的社区内底，真侪人从今仔开始会赚得较侪钱。这款心理用了对了对。当然是我上重要，就是讲你爱拣一个上好做生意。即摆目前上好做生意的可能就是伊拉马斯克嘛。你若买伊个股票，这2档用赚10几倍，敢若2档内底10几倍。因为我买伊个股，所以我旧年就设一个 DAF 啦。反正这钱我Tesla嘛要卖掉嘛，现在搞足就细，我就放入我 DAF account内底。Anyway， 所以这个买股票、投资股票，我对迄个value的股我是袂晓。我是感觉我是读科学的，我感觉value股你买了，敢若食伊个利息个什么路用？我主要是要中价啊，所以原来是所谓的成长股，较有迄个机会。毋过成长股就是讲会震动较厉害，所以你爱分散的对。你莫讲叫做Elon Musk，你嘛要Jeff Bezos 嘛有其他人，你就全世界拢互你拣啊！你莫讲拣一个啊，你拣一个有时啊，伊会落落你若全部干那一个公司，你落你会感觉足痛苦的。你若分散较侪公司的，这个落爱你去，你袂较袂遐紧张啊。所以当然是你爱分散嘛。你上当然是莫去拣迄有诶无诶股啦，就是拣已经有名诶，in establish。你知影这个人有信用，其实我买迄个 Tesla 是真早我就买啊，因为我有看伊的册啦。
伊大概做生意拢赚足侪钱啊。哦 ，PayPal 就是一开始啊，PayPal 即摆就赚足钱，伊就卖掉伊就对遐开始花枝诶吼，啊伊就拍一下伊就赚啥，所以伊就有迄个能力啊，咱就无啊，对无？啊，所以咱对照就是了。所以较重要就是分散，第一爱经了对啦哈，经了你，第二就是爱分散啦。卖去买上小的公司，上小的公司，足侪人来报讲，哦，我赚几啊倍，啊，迄 small cap 卖尽量去后无的 small cap， 你尽量 keep 迄落较 well known。啊，即其实卖讲做啥物 research 啦，你若有钱，啊，你敢若想要投资股票，你敢若看你目前你看会到的物件就好啊。哦，像讲你当时咧看，你若足爱看电影的人，啊，你就直接感觉你用 Netflix， 哦，啊，你若讲足爱买物件，要买较俗的，啊，你拢去 Costco， 哦，啊，你若家己爱修理厝、修理东、修理西，啊，你拢去迄个 Home Depot， 哦，啊，你搁爱食咖啡的人，你拢去 Starbucks， 哦，啊，要啥？啊，你爱用手机的人，啊，你就买 Apple。啊，你爱驶电动车的人，你买 Tesla， 所以你其实你周围你生活中间咧用的物件，已经这公司就足好啊。啊，你若敢若用伫遮，啊，你若讲，这物件好用，啊，变歹用的是你，哦，你看伊个袂着。伊咧买的物件已经无信用啊，啊，这机会是足少啦。哦，啊，所以你若用你讲你周围生活咧用的物件，啊，你感觉足好用的是，伊当然是别人嘛感觉好用。啊，这生意就做起来，啊，你就对伊投资嘛，吼，用这款心理吼，啊，唔爱讲，啊，你若趁足钱，啊，就管伊卖掉，啊，我嘛，我爱 portfolio 内底嘛有 Tesla， 啊，就足侪客户就讲，啊，趁啊这管伊卖掉，吼，啊，我就是讲，我无咧随便卖，因为你甲这个趁足钱买股票卖掉的是，你卖掉伊个甲你起。啊，而且卖掉你该交足侪税，啊是按那算了算袂好啦。我那是感觉是做 long term， 我那是太好。啊，当然你无一定讲，一定总绝对袂使卖，因为你若讲，你即个用中几10倍，啊，其他个无啥中，啊，你就 off balance， 你可能爱减少啦，做调整就是啦。咱即摆我吼，即个就是美国的股票。这80档来会阁过即个 Simon， 不爱张，我一张阁过，头前哦，这张吼，就是美国的股票，自1929年开始有记录的是升起了。Simon next one， 你这美国1929年拄开始有股票的是，你若放1块啦吼，啊，你若放伫股票吼，这 light blue 吼，就是 large cap 啦，1块的时就变偌济啊，8000块吼。你若即讲放伫万啦吼，即摆差不多几块？150块啦。9000，一个是9000几，啊3万。9000啦。你若放伫 large cap 跟 SP500 吼，1块会变9000块啦吼。啊，你若讲你钱少人，啊，伊算你利息就是万嘛，150块啦。啊，你若放伫银行的人，就是 green 啦，就是这8、90档来，你就是赚22块啦。所以你就看讲the big difference。啊，毋过吼，因为我伫即个投资的领域是差不多做30几档啊，啊，我大概
啊，叫人买股票，人拢会甲我问讲，啊，你即马都上悬啊，你叫我去买股票。啊，毋过你也看，每一工嘛拢上悬，你当时买上低都无嘛。敢若2000年即个 technology crash 是2000年，啊个2008年即个financial disaster 哈，啊即2当年啊，出来嘛拢是牛海嘛。所以我咧讲，你若要赶着上俗的时，就是 market timing。market timing 是困难的，就是讲哦，我即摆落落来，我赶紧走，啊，即摆佮落较济，我佮买转来，结果你去卖掉，伊佮一直起，哦，啊是讲你上悬的是，哦，我在卖上悬的是，结果你上悬的是卖掉，结果一直佮上悬起来，所以基本上是我那是卖去 market timing， 你若讲 market 会晓 timing 的人，安尼全世界的人好个人足多啊，就是无可能会当去 timing。啊，所以上重要就是讲，你的财产决定讲要投资伫股票，啊，你的股票有一个 portfolio， 啊，你就无必要走来走去。我即摆用即个图来讲啦吼，你若看即个数字吼，伫即个中央有一个数字，你若买 large cap， 即80档来平均每一档回收是 10%。10% 什么意思？就是讲每7档就 double 了，哦，所以7档你的钱就 double， 你要放1万，啊，7档后就变2万，啊，佮7档后就变4万，4万、8万、16万，安尼一直去，哦，几何级数安尼去，啊，所以你若讲，咱即摆有较慢啊啦，毋过你的孙啊吼，假使讲你为了你的孙，你即摆互伊1万块啦。啊，若就讲今后50-60档后，美国股票参过去共款的来讲啦吼，你即摆互伊1万块，到伊差不多要退休的时，差不多60几岁时，应该都500几万啦。啊，所以你的孙到伊退休金到了，伊还当提早退休，啊，就免烦恼伊的 retirement 的，哦，所以你即摆会当顾着你的孙啦，吼。啊，我是。像我安尼讲咧，其实因为我大家咧讲这，啊，我说我家己嘛是爱用，所以我是3档前我4个孙吼，我3档前我就甲我趁足侪钱的迄股吼，我就送互我的孙，我4个孙啊，每一个人2个拢无共 family 啦吼，所以2个的 portfolio 无共款啦，啊，其中2个这4万块吼，即马是我昨下看差不多8万块啦。啊，另外一个较好运啦，哦，迄个4万块，即马是12万，12万8千几块啦。所以你无经无共股，有时会差足多啊，伊这中2-3倍，啊，一个较中1倍。啊，这种是 growth stock 啦。啊，我是甲我趁较侪，差不多每一人差不多5个公司啊，甲放入伊个 DAF 个 account。毋是啦 ，sorry， 囡仔迄个 UTMA account 啦，用因的名吼，啊，将来因退休会当用。所以，这个钱我预测啦，我这4个孙吼，伊啊，这个钱无黑白用啦吼，啊个啊讲家教的迄个概念，伊也有伫来讲吼，伊到伊40-50岁时，已经几啊千万啦，我用袂了。我是感觉用了，所以你若知影讲安怎去投资股票，其实这个机会足多啦吼。啊，我要较重要要讲就是讲吼，你就是爱袂使走来走去啦吼，啊 stay with it。较重要的啥呢？就是我虽然安尼讲啊，但真侪人无法度听袂落。哦，我可能8个月去吼，啊，就是
每一届股票咧落个时都有差不多4-5个，就讲伊爱卖掉卖。啊，最近就是即个疫情来时吼，啊，就有4-5个人伊讲要卖啊，安怎甲伊讲，伊就一定要卖啊，就有个人就有几百万全部股票拢卖掉，啊，就足可惜，因卖掉了，佮即回就是足简单，伊佮大起，股票今年旧年毋捌听好过。我做30几人来是旧年算股票上好其中一年，结果伊拢 miss 掉啊，伊就6个时就卖掉啊，啊伊嘛逐届会甲我讲，啊，即回无共款啦，你看全世界死遐侪人，较有可能你才用口罩咧是无效啦，所以每一届股票大落时拢有一个理由，啊，迄个理由拢是和古早无共款诶。啊，互你足紧张，所以我诶 slogan 就是：你咧上紧张诶时，你上紧张诶时，你爱加码就对了。你若讲啊，股票落甲妥妥啊，吼啊，逐个拢走诶时，啊，你去找看你其他要钱无，佮加码，啊，这是唯一上好方法。啊，这不管当时拢是安尼想，啊，这我拢捌会讲诶嘛，捌就是上咧人咧紧张诶时，你爱去买，啊。啊，人咧 happy 诶时，你也想要卖，迄阵就使卖啦，会当减少安尼。这是我那麻烦。啊，我那无咧卖股票，我看伊诶股票吼，当时伊拢特别买，伊较无特别讲喜欢迄个成长股啊。伊对成长股伊毋捌嘛，伊讲伊科技拢毋捌，结果其实伊足可惜啦，伊遐侪钱啊，结果拢无投资 high tech 投资足少。我知最后伊有投资伫 Apple 啊。啊，伊囥上做就是Coca-Cola嘛囥30-40档，伊毋捌咧卖股，反正咧卖股票，这就是我拢嘛会 technology 迄个伊个方法。啊，你好来 ，next one， 即个吼就是讲，你全部买股票的时，你的成绩会较好啦吼。啊，毋过有个人。感觉讲哦，股票落我收袂掉，所以会一部分囥入去慢啦。啊，所以若股票落的是会落较少。啊，即个图就是讲，你若囥一部分慢的是，即个 X 轴吼，就你的 volatility 啦，就是讲你震动的迄个程度啦。啊，迄个 Y axis 就你的回收啦。所以你若全部拢股票是这 blue 啦，你的回收是相关啦，啊，毋过你震荡嘛相关啦。啊，有个人讲安尼，即款震动我要收袂掉，你着囥一部分入去慢，吼。啊，你若囥慢了，即个震荡会继续少的嘛。你若讲敢若25%股票尔，安尼震荡足少哈。啊，毋过你会回收。啊，即个图就是我伫明仔日10号啊，伫 UBS 讲，因是足无爱financial advisor，叫客户全部买100% 股票。啊，毋过我发现我即30档来吼，我有几啊客户，伊就是。你全部拢100% 股票，啊，我发现讲伊的成绩足上好。我有一个客户吼，伊40几万吼，啊到25档后吼，差不变600万了。啊，我发现讲我其他的客户都买好啊，因为无人是100% 伫囥股票，所以我即摆的 strategy 是讲吼，你若无要用的钱啦，所谓的无要用的钱，就是讲，你这钱可能你5档用袂着，5档以上你无要用，安尼你会当有迄个你会当 take 迄个 risk 啦，全部100% 囥伫股票。啊，你若要用的钱，3档、5档以内要用的钱，你 set aside 哦，你囥当万，还是讲囥当CD 吼，还是迄落 bank 安尼。所以，无要用的钱5档以上，安尼你的风险是会较少啦。投资100% 投资股票风险。啊，所以咱的年纪，我今仔日听我演讲的年纪，应该是嘛拢是较济岁吼。啊，较济岁无一定讲你就袂使去买股票啦，因为你这钱有可能，你都用袂了啊，用袂了要互子孙，啊，你若囥股票，可能因得到的钱会佫比较济啦。哦，你若讲5档以上无要用的钱，原来是股票，我的感觉啦，哦，有值得去冒这个风险啦。
安有效的。我即摆好，安尼好，咱时间偌久啊，差不多到吼来。上尾迄个，Simon，安尼上尾迄个无去啊？迄个 conclusion， 安尼你这句话啦，歹势。Simon，你迄个上尾啊，我迄个 conclusion，迄个 slide 煞无列底。即摆要讲即个，我即个 slide 吼，啊，因为迄个最后较补上，可能 Simon， 你可能你去找看觅。我有一个 slide 要讲即个高科迄个最近高科技的迄个发展吼，即个用这个 conclusion 啦吼。即摆有 5G 啦吼，有 electrical vehicle 啦 EV 啦吼 ，AV 啦 autonomous vehicle 吼，即个出来了吼，即个上重要的即个无人驾驶的即个汽车，即个会出来，念面要出来啊 ，anytime 拢出来，因为吼 ，Google 有一个公司叫做 Waymo 吼，伊迄个 Phoenix、Arizona 已经试差不多5档啊，5、6档啊啦。即个6档来吼，伊迄个 taxi 吼，无人驾驶的 taxi， 无人驶车的即种 taxi， 自动的 taxi 吼，伫 Arizona， 迄个 Phoenix City 已经营业差不多6档吼，啊，即6档讨好的机会足少，无迄个 major accident。所以这个无人驾驶是点会出来？啊若以后吼，咱会变安怎呢？咱的生活完全改变是安怎呢？到尾啊，咱毋免去有汽车啦，每一个人无需要往汽车，因为你手机摕起，啊，你要去对你拍了，啊，这车就来啊，啊，在内底车来是内底无人啊，啊，你坐入去，啊，手机个拍者，啊，你就要去对就去对啊，啊，你较有需要车？无需要有车嘛，因为足方便嘛。啊，你也无需要车，所以你嘛无需要 garage 啊。所以你的厝就你2间 garage 顶1间房间啊。哦，所以你变你的厝 upgrade 嘛，加1间房间出来。第三项就是你 city 的 parking lot 无需要，你较需要 parking lot。你知影洛杉矶的 parking lot 的 total 加起来吼，这是因统计的，等于3个城市，3个San Francisco城市。所以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出来了后，会改变足大人生。你讲每一个人，伊无需要这车，看伊省偌济钱，咱这车折旧费优惠加起来，每一档差不多要1万块，这拢省起来。啊，再省起来，这钱啥物倒去？当然是投资嘛，啊，投资会就是股票会去挣个，哦。所以这个 terminal 呢，这 TaaS 啦 ，Transportation as a Service， 将来这个 transportation 就是几啊间 service 公司专门咧做这个。啊，你有 choice 讲哦，这间公司可能专门这款牌的车，啊，另外迄公司迄款牌车，啊，有的服务较好，讲哦，你入去了，迄车内底有音乐，有啥物话，啊，有的来讲，有的会讲笑话，哦，啊，所以这个 transportation as a service 就是有关 service 公司咧供给你的迄个 transportation， 就变安尼去了，啊，这完全是你想袂到新的。这个生活方式了。
啊，这个科技的变化吼，现今吼，即摆上重要的，就是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机器人吼，会当代替所有人工。啊，所以到尾啊变安怎呢？到尾煞公司也无需要用人啊，需要什么人？需要迄个 robot 设计师甲迄个 software 迄个 creator 哦，所以用的人足少啦。前2礼拜前啊，我看我随中啊，有这迄个一间迄个公司咧 process meat 迄个公司吼。伊讲即摆疫情的关系吼，啊，伊足歹请人，所以投资1 billion 买设计迄个自动化就对了。meat process 我用足侪人嘛，所以将来所有的即个 level 就是拢用机器咧代替，敢若什么物件袂当代替咧？当然是服务业嘛，哦，剃头毛啦吼，洗头毛的啦，按摩的啦，这较无可能代替，服务业较无可能代替，啊，其他真正可能代替。所以人类的社会煞变，咱讲为着要公平，结果愈来愈无公平，人类变成2款人啦。一款人就是我拄仔咧讲的会晓投资的人啦，伊变 boss 啦。这 invisible boss， 你看袂到，但是伊是你的 boss。讲假使我的孙是其中一个啦，因为伊到30-40岁，伊都有几啊千万啊，伊靠啥去工作？啊，伊的钱对倒来，就是伊是 boss 啊，伊往公司的股份啊，啊，公司股份就是有 dividend 啊，还是讲我需要钱，我就卖一部分钱，我就有够啊。所以变2个 class， 一个 you have to work。doing service， 啊，这就是我唔是，我是老板，我唔免 work， 所以愈来愈，因为在民主党拢要征求讲大家爱公平吼，啊，善良人爱 take care， 这永远你 take care 袂了啊，因为一部分人伊袂晓投资，永远袂晓投资啦，啊是讲无迄个机会通投资，啊会晓的人，还是讲因阿公阿嬷退用的，啊，这人都唔免做代志，伊就是 boss 嘛，啊，伊 boss 是。什么人替他赚钱？公司的赚钱啊！公司什么人替赚钱？就是这机器人嘛 ，robot 来替赚钱嘛。这将来就是人都免去赚钱啊，robot 来替人赚钱啊，啊，咱来 enjoy life 啊。这是我今仔要讲的 conclusion 啊。希望大家吼了解我今日讲的代志吼，啊，希望你投资股票投资了对，啊，大家拢赚大钱，啊，咱奉献社会。啊，像讲杨光兄，伊即摆有钱，伊就是奉献这个台湾文化。啊，我嘛是啊，我台湾生基金会目的嘛是讲希望台湾卖个有一日中国退去，啊，个台湾生基即款incident开始发生，咱就爱尽量去避免。所以我的人生目标嘛是安尼，希望台湾卖个叫中国退去。啊，我的钱就是会用伫遐咧，啊，所以咱当然有趁钱吼，啊，咱就有机会去 support 咱的理想啦。啊，我今日讲到这，多谢。好文兄吼，咱来留10分钟来 Q&A 啦，好无吼？好。我先问一个啦吼，我即个较重要，就是讲你拄则我看你迄个你当了 advice fund 吼。你讲会当去直接去关安外国的迄个团队？无 ，no， 毋是外国哦，一定爱美国。你毋是讲 international？ 你拄则我有看到讲 international 的迄款迄个 charitable fund， 讲会当去帮衬去找。无啦，我是讲即个 sponsor 啦。我像你若伫我遮开吼，啊，你要关到什么人？你甲我讲迄个名就好啦。啊，但你迄个名伊会去查。爱是美国注册 non-profit 啊，免你说讲着啦，阮替你写。假使若是要关互大陆会安尼，透过你啊，恁找敢会着？无，一定爱伫美国注册 non-profit 还是。
哦，一定爱伫美国注册才会使。对，好 ，OK 啊，无你都无 deductible 的迄个机制。OK，不过这会当变通办法啦，你都捌咱做过，就是讲你当参咱台湾的迄个 non-profit 的公司迄个组织吼，啊，因会当因若合意的迄个合意的理念合意合法的伊设立的迄个目标的是，伊就会当对遐关注。嗯，OK。好来，等你兄你麦克爱拍开哦。真多谢今仔即个 presentation 吼，讲了拢足实用诶吼。我是医生，所以我袂当离本行啦吼。我即摆来讲，来加讲我几句啊，讲吼，咱即个人，尤其是年岁较大人了吼，要安怎即个健康方面吼，几点爱注意诶吼。我基本上我完全同意林先生这个讲法啦吼。即个咱人要感觉欢喜第一当然是身体爱健康吼，即个精神爱健康吼，即个身体健康方面吼，有年岁以后吼，上重要就是爱振动。爱运动，拄则讲卡里奥咯，啥物行路啥货，迄拢无要紧啦，毋免讲真激烈，但是爱逐日做，做一定的程度安尼吼。第二项就是即个肉筋肉，即个爱照顾因为人若坐岁了，自然即个筋肉就一直失去筋肉失去你就较会跋倒足侪代志都袂当做，袂当做，你就身躯就一直弱去，衰弱去，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即个运动，就是即个面爱笑容的运动，你真要紧的运动，因为我有捌看到真侪人迄个面自来袂晓笑，无迄个笑容，即个无笑容就影响伊的心情。影响心情，你心情袂爽，你人就袂健康袂用所以即个面的笑容，即个运动足要紧。这是我会不讲。另外一个就是讲你的人生观啦。你人生爱有人生观，真健康的人生观，你才会幸福，你才会感觉幸福。即个我所讲的人生的健康的人生观是啥呢？我看起来啦，就是讲你爱控大你的世界，你做人的世界，唔通干那讲看你家己，这个代志甲我有啥关系？这个代志对我有啥物好处？对我有啥物歹处？唔通干那安尼想过会，所以你世界爱大。因为你世界爱大，你对你的烦恼自然就少去。对我来讲，个人每人有一人人生的这个价值观，还是讲目标啦，我个人举一个例，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我人生的价值就是讲，我会当了解我的环境。世界，甲我边仔的人，生物、动物、植物，我会当了解因，迄是我上大的一个欢喜。另外一部分的欢喜就是讲，我会当甲我的个感情表达出来，所以这两项对我讲是我人生的目的，也是价值。每一个人若有这个人生的价值还是目的，你家己有家己的啦，无一定大家拢相像。我相信是每人拢无相像啦，像讲杨华嘉义若做一个足水的剧，伊感觉这是伊人生的价值安尼所以
这是关于人中年以后的这个健康这几点吼，我是来响应这个林先生，今仔林先生讲的遮个啦吼，因为我嘴未离开本行吼，这个就是。多谢谭先生吼，我补充咧吼，我拄仔原来未去讲两项啦，第一项就是迄个，你咧都讲迄个爱笑容吼，啊我其实我也强调讲吼，因为咱咧笑的时候，其实你的嘴笑了，啊你的刺激你的脑，啊所以迄个 happiness， 迄个指数会走会悬起来，会自动，啊所以你若笑袂出来，你甲假笑就对了，假笑其实我那会刺激你的神 happy 的神经啦。啊，第二项我拄仔未去讲，就是讲迄个 mental 吼，那你食老，其实毋是讲 physical 老去，其实咱 mental dementia 即款物件会发生啦吼。啊，你钱会当去 improve this 啦吼。我用个人就是我一当前，我8、9个月前，我开始 piano lesson， 我毋捌弹过 piano 啦。啊，我开始去请一个老师吼，啊学 piano。啊，你会发现讲，哦，真侪安尼。前礼拜弹过，随袂记一啦，迄short memory 会无去。啊，我相信我学 piano 了，会 training 你的 short memory。啊，希望讲会当 delay 迄个 dementia 的 process。多谢。哦，多谢两位的分享吼。啊，对我来讲是感觉讲哦，参与这台语运动吼，互我真幸福啦。所以我真袂了解讲吼，一寡伫网络讲好安尼说甲足痛苦的安尼吼，安尼拢足怨叹的安尼。我拄倒病咧，我愈参与感觉讲愈 happy 咧。后来咱迄个何丁教授有举手吼，伊即摆敢是台北吼，拜托你甲麦克拍开好无？是。其实来。其实我想要请问，拄仔迄个演讲的内容，我是听落其实感觉，亲像是讲，咱无需要买基金，而且无需要买基金，其实咱敢若买股票就好，而且买股票的方法嘛，足简单，无需要利用迄款什么成本平均成本法迄款特别的买股票方法嘛是无需要。我想要确定一下，我的理解敢是对的。多谢。OK， 迄个即摆讲到基金吼，其实基金本身就是有人咧替你拣股票啦，哦，啊，所以你买基金吼有几个歹处啦。第一个歹处就是 cost 啦，就是讲你迄个基金有 management， 啊有电脑，啊遐拢 expense 嘛，有这 expense ratio， 所以较重要是啥呢？因为我其实开始做这行的时，拢是 recommend 买基金嘛，因为你其实公司因无鼓励你替客户拣股票，因为有 risk 啦，啊 risk 有时迄个liability的问题吼，因感觉加做麻烦的，啊所以你也无时间，伊是鼓励去所有的证券公司拢讲话，你鼓励伊的 financial advisor 去找客户，莫用时间去咧拣股票。啊，但是我发现讲基金足困难啦。你去拣上好的基金，你用过去3档5档，到尾啊拢变歹去了。伊的 management 换，还是讲伊的 strategy 会变，伊这个 strategy 这个情况伊袂好。啊，你即摆你的基金，你所有钱拢放伫基金，啊，这基金歹去你变哪？你卖掉是你爱交足一税，啊，无卖掉伊一直摆，所以。Very hard to make decision。啊，我感觉讲，发现讲，拣股票加足 flexible。你莫拣上细间的公司，你拣较大间公司，啊，你咧 anytime 你拢知影 what's going on 嘛。哦，你逐日就去 Starbucks， 啊，你讲Starbucks 最近生意嘛拢一直袂歹啊，你就较有自信哈。即你看会到嘛，啊，但你分散，啊，你若讲其中一个歹去，你换迄个就好啊。袂讲规个基金拢换，基金换你是 big capital gain， that's a lot of tax。啊，你若讲有分散20几个股票，啊，你换一支2支，你虽然是你换的是你赚足多，毋过你
对你的 tax impact 较少，而且影响你的 performance 影响较少，所以我那是个别股票继续好操作而且我上 performance 会继续悬。何婷吼，何婷是新台湾人，伊是沿香港最近搬来台湾。即摆伊伫上海医咧做教授啦，所以甲你问这个问题。头拄仔何点个问一个问题，就是 dollar cost average 敢有需要？是。哎呀，dollar cost average 当然是重要，因为我拄讲叫买去买迄个 market timing 吼，这 take care market timing 的问题啦，就是你像讲这2礼拜，你看咱股票就落差不多3-4%嘛，你所以啊，前礼拜买甲这礼拜买，你就继续3-4%所以你也讲，这是尤其是你有收入的人啦。假使讲你收入是10万块，你每一个月拢当省差不多2000块，你每一个月放2000块，每一个送啥？你这个月买了俗的，后个月佫买了较贵，你平均起来你就袂讲你都买了较贵的，无可能嘛，因为你是一档内底分出12届内底可能有7届你就买了俗的，还是讲5届买了俗的，袂讲永远你买了贵的啦。但是拄仔毋是讲其实什么时阵买，其实长期来讲嘛是有会当趁足多，所以其实无需要收遐尔复杂。我的意思是讲，这个 long term 的话是，这个 long term 你到尾拢是一定赢的啦。即摆就是讲你平10万块，分做12届的投资，还是讲10万块同时落了，你10万块同时落了，你有时啊讲你拄仔放落的是，结果你投资了以后一直甲你落，你起码做歹你若讲分做12届，你无已经12届，大家拢买足悬的，无可能嘛。你就分散迄个风险。多谢。好，无安尼，咱时间嘛拄啊好啊，吼。咱后礼拜我即摆先来 share 咱的节目啦，吼。后礼拜节目真精彩啦，吼。咱请迄个信涵来介绍一下，好无？吼。好，感谢梁光兄啦，即个后礼拜的主题啦，是因为后礼拜主对，来后礼拜。我刚兄，你先小解了，我再来讲后礼拜。无，我即摆就是要互你，互大家看一下嘛，吼。咱今仔日就是1月7号，金钱甲买就幸福，吼。后礼拜就是何信涵教授伊邀请到几位迄个作曲家要来讲啦。这题目咱是先来暂停安尼啦，所以请信涵你来讲好无？我当然当分享我的 Word。好，你会当 share，OK。OK， 安尼。share screen。来啊我先甲我关掉啦，好。安尼，大家毋知看有无？有，嘿。看有啦遮后礼拜咱的主题是即个音乐啦，我想讲咱就邀请3位无共年龄嘛无共迄个背景的人来讲即个音乐安尼啦，伊个邀请的就是迄个颜德芬教授啦，即个是颜德芬教授啦。颜德芬教授我想嘛是老台派啊啦，以前佫有选过迄个民意代表安尼，代表迄个台联啦，伫迄个时代。伊是北艺大音乐系的专任教授，捌做过教务长啦，北艺大，因为伊是伫法国留学学音乐的，所以伊音乐理论啊，介用就对啊啦。伊定定担任即个国家文艺奖啊、金铁奖啊、金钟奖的评审，算讲伊是理论方面啦。即摆咧帮教育部啊，编一套即个合唱比赛的台语歌，就是讲以前啊，咱咧教育部办的合唱比赛啊，大家拢唱华语的嘛。即摆颜德芬教授啊，咧帮教育部编迄个台语的啦。阮已经做
一冬外啦，所以已经有编一两册出来，啊，即摆继续咧编出来就是要互遐合唱比赛当用即个唱台语就对啦。好，啊即个是理论的，啊第二啊吼是迄个武雄老师啦吼，武雄老师啊吼，伊其实啊吼，真厉害。空笑梦有无？吼，我毋知影大家有听过即条我蔡振南的迄个空笑梦啊，吼，也是讲工会的即个风吹啊，风吹，风中一蕊花，吼啊，蔡振南的空笑梦就是什么空笑梦一阵风霜，吼，就是安尼啦，吼，啊是讲詹雅文啊、施文彬啊、萧煌奇，就是武雄老师是一个真有名的作词家啦，吼，作词家，人讲啊吼，伊是。伊迄个词，伊就是当代作词家内底吼写台语歌上有特色的一个啦。吼，所以吼，下礼拜会请伊来讲吼，用书写的即个话吼来看讲啊吼，这台语歌的歌词是安怎做出来安尼。而且吼，伊有改编什么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伊嘛摕来做迄个台语歌，啊，包括迄个啥古典音乐内底啊吼，迄个什么。波斯的市集，就是波斯市集啦，吼，迄个足有名的歌，伊嘛摕来做台语歌，吼，啊，包括迄个理查克莱德蒙的迄个钢琴啦，吼，迄嘛是摕来做台语歌咧，足有特色的一个迄个词写着对啊，嘛得过金曲奖安尼吼。第三位啊吼是叫做黄志嘉啦吼，黄志嘉吼伊是阮系上的研究生，但是啊吼重要毋是伊是阮遮的研究生啦。重要是啊吼，因组一团少年人，迄少年人嘛，组一团叫少女卡拉啦吼。伊捌得2019年的客家流行音乐大比赛的头奖，就是讲因去比迄个客家音乐吼第一名啦。啊，2021啦吼，甚至伊毋是干那客家比尔，伊甲迄个讲写台语的吼，写华语的做伙比啦吼。啊，入围啊吼，就是旧年2021年啊吼，入围即个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安尼，就是以少年人的乐团会当得到即种入围即种全国性的即个音乐比赛啊吼，算是介无简单啦吼。啊，所以啊吼，伊就是歌手嘛吼，所以咱遮三位啦，一位是理论家吼，就是迄个颜丽芬教授吼，啊，迄个上资深的吼，迄个吼，啊是前辈，啊，过来就是。武雄老师是中生代的吼，伊是迄个作词啦吼，啊少年辈吼是治家啦吼，伊是唱歌，所以三种无共的三个无共的世代，三个无共的专业，但是拢是对台语歌真有研究安尼啊，所以咱后礼拜就要来讲即个台语歌的部分安尼，啊我就先小概到遮啦吼，啊我先时间到底好用。这时间要几点？时间。请问武雄老师姓啥？啊？武雄老师姓啥物姓？伊其实是王武雄啦，吼，本名啦，吼啊，但是吼，伊迄个啥，伊拢讲伊是武雄嘛，伊较低调啦。啊，伊迄当初我甲招嘛，吼，因为我甲伊有熟识遮介久啊，我甲招的是伊讲啊，吼，无要紧啦，吼，这无问题，一定会支持嘛，到时候但是伊讲啊，吼，因为伊是。伊较低调，伊无想要伊的面伫网络啊吼。伊讲若无录影、无录音啥，迄拢袂要紧。但是因咱即种会录影嘛，爱伫 YouTube 放啥，伊无想要伊的面吼伫网络传来传去，所以伊要挂喙暗来讲。係啦，這是伊唯一的要求啦吼，啊其他攏 OK 啊咧。哇，真無簡單咧，當要請大家。